大家好，你好，我係啲 training 師，42歲啊。以前呢，我做過喺新加坡2年，照顧2個小朋友，咁喺屋企都買餸啦、煮餸、做家務。咁我喺香港10年幾度。第一個老闆係一個大人㗎，一個大人同一隻狗。我都係煮餸、買餸、做家務，同照顧嗰啲隻狗啊，畀佢沖涼啦，畀佢行下街。咁第二個老闆呢，我係好喊2個大人嘅，我都係一樣，煮餸、買餸、做家務。咁我喺泰國2年讀書，同埋俾學嘢小朋友學講英文嘅。咁好啦，再見喺香港，拜拜。